来继续来看全球封测的龙头日月光投控，讲要呼应到客户的邀请，要来评估是毋是要到美国来设生产线。目前拢还咧讨论，也未具体时间甲规模。另外，代工的大厂英业达嘛来表示讲，因的董事会已经通过到美国的投资案，将要投资超过台票27亿，伫德州来设立做伺服器的基地。 They're investing $165 billion in 1,100 acres in Arizona, and they're building the highest tech chip manufacturing semiconductors. They're expecting 40,000 people to build the rest of their plants and to employ 20,000 people for the rest of the time. And this is all driven by your tariff policies. No chance this be happening without you. 俄罗川普的关税政策成功予台积电去到美国投资，制造将万年做工课机会。即马除了台积电以外，全球封测龙头日月光控股嘛计划到美国市场。In terms of a leading edge, I think we're still in a catch-up mode in terms of building our capacity to meet the demand. We are also a true believer of the long-term prospect of this AI-related growth. 日月光昨日表示讲，客户邀请因评估设立美国的线线，不过目前也阁是初步的讨论阶段。未来若投资决策，项目有可能是台湾即马服务延伸，同款会到美国市场的也阁有兴业达。Its computer subsidiary EVG. 代工大厂兴业达28号公告，会进军德州，加持美国制造业。董事会计划开8500万美金，大约新台票27亿6千万。伫咧德州设伺服器制造基地，目前嘛看好兴业达前往到美国布局，有机会降低川普政府关税战的干扰，对未来兴奋有真济帮衬。AI server 这一块慢慢的会去美国，这是趋势啊。一方面主要的客户还是在美国哦，那客户也会要求。另外一方面，这个行业还算新，成本能负担的可能性比较高。专家分析 AI 产业稍微国外会是趋势，台美之间的投资要如何拢个会焦点，可袂影响到自身的竞争力，会是政府爱考量的重要课题。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